我小薯仔冇得見高層嘅，TVB.com 冇咗個人名咧，都 firm 噶啦。其實呢件事，呢幾日張相下咗架，呢幾日和平地分手咁樣咯。35歲嘅吳子聰，2017年入讀第29期藝員訓練班之後，加入 TVB， 一直默默耕耘8年，直到近期憑借臥底嬌娃裏面高大靚仔嘅外形，終於慢慢被觀眾認識。正值上位之際，點知就突然傳出佢離巢嘅消息。日前佢出席宣傳活動，被問到離巢一事，吳子聰直接大方承認，更表示同 TVB 係和平分手。其實之前就有網民發現 TVB 官網已經冇咗佢嘅藝人檔案，連吳子聰自己都笑住話上網查過，確實係被消失咗，冇半點掩飾。佢話離巢係3月中嘅事，雙方傾咗好多次，但被問到高層有冇挽留，佢就自嘲話小薯仔冇得見高層。至於點解要走，佢就話唔係 TVB 唔續約，而係自己到咗35歲，唔想人生淨係得一條路行。佢見到陳豪等前輩，除咗拍戲，仲有自己嘅生意同副業，喺 TVB 挨咗8年，雖然有傷感同可惜，但吳子聰又信自己，就算放低演藝事業5到10年，只要戲唔差，將來一樣有得撈。